都穿黑色的。吧，我现在这边是4兆，可以。那个手机另外一个手机换的是16兆，这个是4兆。其实大于3到4都可以，还比较稳定。对付变成黑色的了，现在国庆期间不存在啊。小生在哪儿嘛？小生在直播吗？小生在韩国留学啊。这又来了，这整理永生要来了，哈哈。来穿衣服，老楚也穿黑色的。小扎西，哦对啊，这小路名字就叫小扎西。大扎西是那个德国的嘛，德国扎西，德国红姆。
扎西不是邓真，邓真是邓真，邓真是最小的18岁。指挥。穿队伍是蓝的了，女的全是黑色的衣服。永贞和他妹妹在旁边直播。他在这个位置，看完永贞的妹妹就在穿白衣服的那个。
就主席的那个说那个，头发跟旋总有几说那个，个说那个，几说那个，个说那个，几说那个，做那样的心嘛，个说那个，那早的路扎西的说那个，个说那个，几说那个，个说那个，几说那个。纳木瓦河的在后面。
嘎？对啊，每那给天都在哥哥长年轻了嘞，每天真的给他长帅了。没有啊，我有今天刚刚绞头发了。你们是天天才能嘎？对啊，每天都是哎，我还是想不胡，还是胡好耍。对啊，昨天你也上班。我上次也是加班了嘞。哎，你们都没放假？哎呦，我们好像被抓走了。秀。那个哥哥还来没来啦？哪个？那个邓珠哥哥。邓珠哥在西面桥。哦，他在那边。他在西面桥，他没被固定。西面桥，他有件西面，有时候。哎，我家要咋了？有时间在青阳宫。哦。你一般就8点多到9点半都在西面桥。嗯，我就是在这，我就好在那上。我才7、8个月吧。哎，你7个月了吧？对。我上次也是这样漂亮，还漂亮。哎，我的天，真的。还什么的，他只流经到流经4年，还有一个哥哥是姐姐的，还有一个我们家的还有一个，他的习惯抱到3斤左右，也是博美。他的习惯天天抱到的哇。哎，那个是他姐姐是不？那个是也是弟弟。快点来了。哎呦，也是弟弟。你们在哪儿啊？我呀。哦呀。李涵来了。2步。好。还有那个 VR 那种。对 VR 的那种，后来他们户外的那2个都取消了，而且我觉得观众太少，我们就没有播了。播你自己喜欢的嘛。对，我还是喜欢播户外，要不是那个，我之后我还是会来的。他们要踩内容，我还要来。就跳舞啊那种。我给你拍个。Hello。我们来的比较早。大溪去蒸。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白色的。灯笼裤。连8趟我们不8趟我们昨天喝酒喝多了，今天来不了了。曲珍好像没喝醉吧？哎，曲珍还没事啊，没摔的，8趟给摔了。他在对那个位置。吃完幕后去
猪儿。几个小朋友。现在云南有点直播了，以前从来没想直播。打玫瑰吗？这是白玫瑰，下个茶壶的。对，也在涨价1号。
就说新闻这么的咱俩研究，说朋友把童年弄把咱研究，就说新闻这么的咱俩研究，说朋友把童年弄把咱研究，就说新闻这么的咱俩研究，说朋友把童年弄把咱研究，说朋友把童年弄把咱研究。好久没人牵手了。好久没跳这个歌了。太短了。
那我就请你出去啊，你再拍。哎，来的比较早，今天8点半就来了。
小心一点。苏拉也来了。小西蟹，刚刚有什么设置？好久没吃那个了，几天都没吃了。
17没来了，有可能在外边吗？注意到。看这个怎么叫了嘞？
阿布要高一点点啊，阿布183。哎，那个小朋友来了。他想跳就跳。这是白玫瑰。他自己建一个队伍叫下座茶母，现在叫左座茶母，他叫下座茶母，他们应该有几个人吧？你看在青阳宫那边跳。这新放过的，要不是放的很少。
这个小朋友好难得跳舞啊，很少见到他跳舞，对啊，很可爱，才30岁吧。快来个跑，来。金刚舞。9点过2分开始跳。这撇老板人就不在了。走吧。要把他忘了。拜拜。要去罗马那边吗？哦，我以为你也去了。Saçı ter bu tanı
走了上了修，你不推荐我了上了修，上了路大不破了上了修，站那里的上了前那破了上了修，啊我呀啊我呀，林子呀送车的板板的马呀推荐我些诺的哎我的这把马这个马记得有我呢带他别说给你扎起上了走的去啊哦呀啊哦呀有点短。聊天的舞蹈，对，这休息的舞蹈，暂停聊，这是做伸展运动的时候。
我这个手机现在在直播，看不到，不是看不到，有消息我没进去。等会儿下场了，上场之后看。
每次看着他，我就要搞一下，看着他我就要搞。要保他吗？他哪个？没说啥。对啊，每天听啊，跟着早起，睡着了吗？没有。广播体操。哇，又给上电视，这个是纯祥吗？纯祥吗？不会韩语。我说这个他应该是送礼物的。过了有一点48分钟对吧？1个小时48分钟。对，49分钟。他聊不了吧？不了解的，不了解。我明天就回去了。啊，明天就回去了。你要坐车坐一天。对，睡着了。坐飞机嘛，到那个到格萨机场。下来的时候是坐飞机下来，睡着了。哦，已经。哦，你过来坐飞机，然后到那边。应该飞1个小时不到。对，1个小时。但是那个小飞机哦，是小飞机，这飞机坐几10个人。哦，大飞机，我们下来是大的。哦，那还可以，我以为是那种小的那个国产的那种。不是。哦。那国产的有点大，那个飞机的不是那个小型的那种。看眼睛是闭着的，现在是睁起来了。但是你回去的话要还是坐飞机快一点。再过来的话多少钱？应该有300-400吧。1600。哇，这么贵啊！哦，旅游旺季现在是。而且这次回去才1个小时就花1600，并且它只有1-2个公司。这的话，一天有10多个小时吧。哦，对啊，16个小时，15个小时，太久了。明天就回去了，暂定。他那个公司，航空公司只有1家，好像只有1家吗？2家，基本上垄断的那种，说价格太贵了，居然16001个小时，好像是成都航空的，成都航空是九寨和华龙吧，好像是，这个价格就说一不二，太贵了。终于看到小西西跳了稍微正常一点，他好多舞都不会跳。
好像有一个。终于跳完喽！这个是腊肠跳动腊肠以内2分钟。金刚舞18分钟。还忘记了教阿布。17交代的任务是吧？知道。太短了，2分不到3分钟。小老虎3只脚呢，衣服上不到。右边看2一起。阿布要学啊，他比较教阿布。阿布。阿布还要学。阿布来的比较少。Hello， 文琪 ，Hello。这是谁教的任务？Hello。文琪 ，Hello， 文琪咋个着？谢谢你们的支持啊！3个哟，赶紧去啊！今晚上你会不会跳7马舞？跳吧。你好，文琪 ，Hello， 你们好。上场的时候 ，Hello，
家人们好。扎西德勒，啊不，fake green smelling， 是不是 smelling？ 这个纽约那个跟人打招呼。扎西德勒。赵宇是扎西德勒。Your number one fan， 翁奇，谢谢。这个翁奇好，我太太啊，要得。翁奇好 ，hello。家人们人气往上走一下。他们不知道。Kim boy， 康巴 boy， 谢谢。康比菩萨，打个招呼呗。啊，那个。这次还有一个。这也是应该名字。曲折哦，曲折不错。翁奇，哎，韩国我不认识，韩国也我不认识。妈的 ，Are you this? You try? Gracias，欢迎，welcome。你以后也可以搞那个，没事你自己再一个 ，hello， 扎西德勒啊，他们是，翁奇你真的是这个是有规律，它是个表情。他说话是不是？这上面这右边是表情。这边它那边没有显示。这右边这个。这个是他想。谢谢。我学习了，我这几天就有点痛，消息一点。等会儿准备他跳785。西藏，这个不是，这个也好。吉祥祝福。战地要走了，但你明天就走了。对，王青脚有点有点痛，休息一下。战地有事情，战地他一个人。
不喝帅帅帅！一览一语，一览一语。吹风啊，扇风啊，吹不了不了。哎，终于来了，那个小崔来了。骑马不在啊。给我12万。啊？他给12万那个。就骑马不成。啊。哎呦，我。电了，真的。
圈了。看谁跳不起来。现在他们现在改变了一个跳，直接慢慢走。后面应该要跳一下，后面就是后面一组。把那个音乐放了。快点，快点！哎呀！没有了，谢谢你了，没有了。算高兴了，快了。还有夜市，还有夜市。谁有？哎，啊？我一抖音我妈刷到。他下次再点。他网友跟你说，给你倒饼。啊，不要这个好丑，买上去。不知道下次是好久呢？下次过年嘛。过年寒假。不过太远了，他回去坐车吧，过来是坐飞机。去真。啊，对，今年您这边来，只有他一个人来。我给我，啊，我找你，他在那儿去打记号的。哦。这儿，看看这儿，看到没有？找到没有？拍照的，合影的。啊？不是有事吗？你不是不来吗？我有几个粉丝朋友。
来把收电线，好说。你是没，然后他没。收电线那些。那里有没有手机？啊有。哦，全是水。你们要去那儿吗？你们要去吗？他可去没得那么早吧？应该不会去那么早。是永贞的直播。有一个有水，没有那就垃圾。对啊，都是汗水。去正月的去电瓶车。这边还没有，这摆东西的太多了。等值合影的比较多，兴隆了，好多只老乡。永贞都来帮忙，把那些没喝的水全部倒了。他有些要捡那个瓶子，要，别人要收那个瓶子，回收。啊，我先收拾东西嘛，慢慢来。那个，要过去吗？你给他说一下嘛。啊，这还有一根。别嘛来。在后面。去太快，太去了，可能没人，没那么早。差不多10点吧。嗯。哦。这几天还是干子那边，干子阿宝那边。刚是旅游景点那边是。哦，而且每天都有活动，持续到国庆结束。哦。秋季。他们跳楼层。哎，他们刚是说没啥直播嘎，有些。我是拍的。啊，我晓得，有个晓得漂亮，但是他们本地没得直播。浙大有直播的，浙大没得直播，有的拍的，浙大就拿卡在免费去了。啊，对啊，还有一个人天天那个，他那儿接单子，他有拍婚纱的。浙大的太少了。他还是回去接，他接单子，他没在成都那边。他接了一些分的单子，接了一些商单。他以前也拍那个的，但他以前那是老式的摄像机，以前肯定720的后面的那些，问题是很老的那种。现在设备升级要把全部换了，换了 HM4加那个索尼那个加2005的镜头。那卡就专门摄了。专门拍摄大的。直接了大概。这个是哪个手机啊？我的。